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2日，旧历的8月初5，礼拜一。后来看这个高雄市的刑警大队接到线报，讲有诈骗集团的机房，就稳藏伫个南马区的一栋主体大楼内底。警方摕搜索票去抓人，强硬破门，攻入去查缺，嫌犯伫个紧急的状况下，把作案的手机寄出去窗仔门外，企图要来消灭证据。真无拄好，互部署伫个外口的警方全部扣着，一声总乖乖束手就绑。伫庆安县警全副武装，弄破阳台的玻璃，冲入厝内底抓人。县警正努力跳过碰椅，要抓出秘伫个房间底的嫌犯。拍破房间门，内底一个嫌犯全部互压制。其实因秘伫个房间内底的时阵，伊也去企图要灭证。将作案的手机向外口来牵，但是早到警方伫外口部署，高雄市的刑警队破获这个伫高雄南马坑的诈骗机房。这诈骗集团专门骗海外的华人，用简讯来传给这些在海外的华人，说你的手机账号有问题。等到被害者上钩以后，那再转由第二线的人员来从事诈骗。伊会用你的手机互盗用，所以爱停机来诈骗。所以警方嘛呼吁民众，若是接到类似的电话，也是信息，爱向电信公司，还是警方来确定，才袂去互这歹人骗去。